谢谢念，嘉宾须顿要做着补助，以后叫人完成指定的要考恁个题目。随时脑筋若是兴趣无够活动，就小心头壳开血咯。嘉宾背负的三组进行挑战 ，Brenda 甲小海面一组，总是动力都能够独立一组。3、2、1 ，Go！ 豆芽一个豆芽，一粒豆芽，煮豆芽，切豆芽，无拖一个豆芽。我错，来 Brenda，来慧敏帮你，来，飞哥不如安宽呐。因为 Brandon 我係解釋字嗬 ，Brandon 是客家人，比較好嘅話，一個比較我等人哋啦，English educated，English educated 是，我冇俾，所以我覺得伊兩個是一對嘛，大家合作嗬，我就想就請我讓 Brandon 做了，慧敏做了嘅卡名定，哇，做了嘅卡名定來讀，因為慧敏讀個袂歹嘛，係哦，會使哦，會啦，這當波啊 ，OK， 會使啦，來準備過來咯，3、2、1 ，Go！ 豆芽一個豆芽，一粒豆芽煮豆仔，切豆芽無拖一個。來，選中。多啲一支刀啊，一粒刀啊，夾刀啊，切刀啊，唔通切掉刀啊。OK，good， 來，多啲一支刀夾一粒刀夾，鬼刀夾切刀夾，唔通切掉刀夾。OK，Brandon，來，坐住面定。豆芽一個豆芽，一個豆芽，豆，不是什麼豆芽。袂使，再一個。一隻豆芽，豆芽一隻豆芽。再來，豆芽煮豆仔，切桃仔，來了，福建話，過一擺，豆芽，好炸了，阿緊走。豆芽一個豆芽，煮豆仔，切豆芽，無拖切個豆芽。